请咱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上主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大卫遐对伊讲：某城有2个人，一个好业，一个善乡。迄个有钱人有济牛羊，迄个善乡人只有一只细只羊仔，是伊买来饲的。伊照顾细只羊仔，互伊甲家己的儿女做伙长大。伊将家己食啉的也一寡互细只羊仔，互细只羊仔困伫伊的怀抱，亲像对待家己的查某囝一般。有一日，迄个有钱人的厝有人客，伊毋甘对家己的前生中间杀一只来款待人客，却甲善乡人厝里迄只细只羊仔摕来款待人客。大卫听见就对迄个有钱人非常生气，伊讲：我对永活上主咒詛，做即个代志的人该死。伊做出遮尔残忍的事，必须赔偿伊所夺去的4倍。拿单对大卫讲：你就是迄个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扫罗的国甲伊的嫔妃拢互你，互你做王统治以色列甲犹大。若是安尼还阁无够，我会阁加倍赐互你。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为什么做遮个通厌恶的事？你互乌利亚死伫战场，你遮阿门人会倒杀死伊，然后夺去伊的某。你安尼违背我，像乌利亚的某，你的厝要永远逃袂出刀剑。我你咒詛，我要互你家己厝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你要看见我将你的嫔妃互挽进你的查甫人。这个人要伫日光的下面甲因困。你伫暗中犯罪，我却要伫日光下面，互这个事显露出来，互全以色列看见。对安尼，大卫对拿单讲：我得罪了上主。拿单回答：上主饶赦你，你无抵到死，总是因为你做这个事藐视上主，你的囝会死。讲煞，拿单就转去伊的厝。上主互大卫甲拔示巴所生的囝破重病。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蔡正道牧师要宣讲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勇敢承认错误，请用安静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咱要做伙来想勇敢的这个系列的第4讲，就是勇敢承认错误。咱对于大笔少年的时，学习伊安怎勇敢拄去面对对敌，安怎勇敢去选择做正确的决定，安怎勇敢去突破困境。今仔日咱要来看大笔安怎勇敢承认错误。咱伫咱一生中间总是有犯错的事，总是有软弱失败的事。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家己的错误？对错误中间来学习，互咱的生命更加成长、更加成熟，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的问题，甲咱要分享的主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赐了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站。透过你的话，阮会当来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恳求主，这个时刻，互阮有顺服的心。有较无的心，较无你的话来到阮的生命中间来调整、来更新、来改变
阮的性命。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提起着大卫，因为惊扫罗的追杀，所以伊投靠外族有16个月。后来咱顶礼拜有讲到，伊伫一片的困境中间，伊佫倒来甲上帝身边，倚靠上帝。接续咱就看见圣经中间，伊经过真侪的征战，后来扫罗也伫战争顶面死亡。后来大卫就取代扫罗做王。当大卫取代扫罗做王了，伊才真正去面对伊人生上界大的危机，犯了伊人生上界大的错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就是伫下面即款的情形所产生的。当大卫做王了，伊开始过一种比较较安稳的日子。有时阵伊的军队伫外面咧征战，伊家己却踮伫王宫内底咧享受。这其实是违背以色列人因的传统。以色列人的传统就是王爱带伊的军队去征战，但是伊互伊的军队伫外面征战，家己歇伫即个王宫内底，甚至过一种真无好真荒废的生活。有一天伊困到日头要落山。黄昏的时阵才起床，看到这个乌利亚的某拔示巴的美貌，所以就引起伊贪婪的心，所以伊就犯了奸淫的罪。后来为着暗藏家己的错误，所以伊去用计计，互这个乌利亚回来厝，要暗藏伊家己的错误。结果乌利亚是一个忠实的忠臣嘛，伊虽然回来见王。但是伊无要等于伊的厝过暝，所以大卫为着暗藏家己的错误，竟然害死乌利亚。这是伊一个人生真大的失败。咱看见着，伊伫人生伫少年的时阵，伊倚靠上帝；咧征战的时阵，伊倚靠上帝；甚至伫人生上界困难的时阵，伊嘛倚靠上帝。但是伊失败伫即个人生上界成功的时刻。咱来值得咱警醒。有时阵人伫患难中间，虽然有真侪困难，有真侪挑战，但是伫患难中间的人比较较警醒，知影爱倚靠上帝，才能突破这个困难。但是有时人伫顺境，反倒转，亲像大卫相反，得意忘形比较得罪上帝。但是伊犯错了，咱今日就要对伊的所行来学习。安怎面对这人生中间的这个失败？咱看见着，当大卫做出这款的代志了，上帝非常生气，所以伊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考劝大卫。拿单实在是一个真有勇气、佮充满智慧的人。咱知影，古早人讲有一句话，华语叫做“伴君如伴虎”如果伫王的面前，你若讲话若无细腻讲唔对话，有可能连家己的命拢无去。但是拿单确实有勇气，佮有智慧，所以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就是伊去大卫要考劝大卫，甚至讲要指责大卫进前，伊讲一个故事，互大卫家己去反省伊家己伊讲有一个城内底有2个人，一个是真好野、真富有的人，一个是真丧凶的人。这好野人伊有真侪牛、真侪羊这个丧凶人只用一点仔钱去，无钱去，但是去用一点仔钱去买只细只羊伊真细腻咧照顾这个细只羊那亲像家己的查某囝共款。伊食啥物货，伊就互这个只羊食啥物货；伊啉啥物货，就互只羊啉啥物货。甚至暗时的时阵伊佫将这羊揽伫伊的怀抱中间，甲这羊做伙困。对待伊，敢亲像对待家己的查某囝同款。结果有一天这有钱的人有人起来找伊，伊唔甘将家己的这牛羊内底找一只来招待人客，竟然去掠这个送凶人这只掠来招待人客这故事我未讲了，大家听到这都听袂落呀，真生气伊讲我对永远的上帝咒抓。做这件代志的人该死，
叫拿单来讲，迄人就是你。所以大卫对安尼家己去反省，我错。所以大卫拿单到位指责大卫了，大卫只有一句话讲：我得罪耶和华上帝，我得罪耶和华上帝。伫这个故事中间咱来学习安怎伫错误中间承认家己的软弱，而且得到帮助。牧师要分做4个部分，甲大家分享。咱一步一步来调整咱生命中间失败的时阵。首先第一项，就是当咱犯错了后，咱来勇敢去接受别人的苦劝，甲属灵的帮助。爱勇敢去接受别人的劝勉，甲属灵的帮助。伫这个经文中间上帝派拿单做代表属灵的调整的师傅。拿单嘛真好去扮演伊的角色，大卫也真成功接受辅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例，互咱去学习。咱要对拿单学习一项，对大卫学习另外一项。首先，咱对拿单来学习，拿单做一个劝勉者，伊就先去接纳伊所犯的罪，然后知影伊是一个罪人。去挽回伊啦，接纳伊是一个罪人啦，然后设法去挽回伊。咱伫拿单身上，咱看见着安怎去面对犯错的人。拿单用智慧的方法，互大卫家己去反省。伊明白大卫是敬畏上帝的人，伊也用疼心苦劝伊，要挽回大卫。伫咱身躯边，教会兄弟姊妹，也是讲咱的亲人。如果有失错、有犯错的时阵，咱做伊的朋友，还是做伊的亲人的，咱都爱用怜悯的心接纳这个捌犯过错的人。因为伊是罪人，咱嘛有可能软弱的时刻，咱来接纳伊，然后设法帮助伊离开这个罪过。所以圣经大人讲兄弟啊，假使有人恶人被过犯所赢。恁属灵的人，都爱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过来。意思就是讲，咱爱真有耐心，用温柔的手段，唔通用过头的指责，抵到伊离开。反倒爱来挽回回来。特别是咱咧面对咱的事实，有时会犯错的时阵，咱伫细汉的时阵都爱注意。因为咱知影，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叫“细汉头挽步”。大汉的头牵牛，你若无及时来纠正有时阵伊就陷入迄个错误中间，心就麻痹。所以咱要注意譬如讲我的后生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嘛看到伊犯真侪错误啦。伊甲我相共，咱拢会犯错嘛，伊嘛会犯错有一遍伊国小1年的时阵有一天。伊真欢喜回来的时阵摕伊的簿仔联络簿互牧师娘看，讲你看，今仔老师老欠5个奖章啦今仔做一件好代志，欠5个奖章伊老母就来问讲，你是做啥物好代志老师较来奖励伊讲我拾金不昧我捡了20块交给老师，老师就来欠5个印章牧师娘感觉讲，这怪怪这可能有问题因为下早等予伊20块尔，伊今仔就捡了20块。原来就是伊去看别人因为捡了钱交老师叫老师奖励，伊想讲我嘛要得到这奖励，所以摕家己的钱去交啦。牧师娘来问讲，你敢毋知这啥物放去的？伊讲伊知啊，迄你家己当然知啊。就爱对问了，发觉讲这真正安尼袂使所以就叫伊爱去老师会室咧然后去叫去迄个阮咧祈祷室内底罚跪跪半点钟忏悔因为咱这伫小错的时候，咱就爱来纠正、来挽回无有一天渐渐伊对这个罪恶，还是讲袂出麻痹了咱就真困难处理所以对。做一个苦劝者咱就爱去接纳伊是一个罪人毋是接纳伊的罪接纳伊是一个罪人，然后对安尼用温柔的手段来挽回回来
这是拿单做的一个真好的例。第二项吼，咱来看大笔。大笔做一个犯错的人，伊追求帮助吼。犯错的人也爱会当追求别人的帮助吼。当大笔知影家己毋对了，伊无见笑转受气，反倒转是顺服拿单的苦劝。这个人犯错了吼，伊心内有惊吓嘛，吼，伊会想要暗砍嘛。咱看大笔嘛是安尼，伊犯错了，犯奸淫罪了，把是把有心了，伊就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隐瞒，因为伊心中的惊吓。所以这款的人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关怀。犯错的人应该爱追求属灵的帮助甲调整。所以有时咱家己犯错，可能得罪上帝，伤害到别人，咱家己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咱就追求教会的牧长的帮助，这是真重要。所以咱拢有可能真做犯错的人。上帝为什么要互咱有教会？就是伫教会中间有同心的兄弟姊妹，会当帮助咱、扶持咱。这是咱爱去学习的。所以咱对第一项，咱学习2点，就是如果咱看见有人犯错，咱用智慧、用温柔的手段来挽回。如果咱家己犯错了，咱来追求属灵的帮助，互咱会当恢复甲人、甲上帝和谐的关系。这是第一步。第二项，咱来学习的，就是当咱犯错了，咱来承认错误，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咱看见到伫先知的指责下面，大笔马上承认家己的错误，伊无去找借口，一般人拢会找借口，也是讲继续隐瞒。伊无讲，伊只讲一句话：我得罪上帝，我得罪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大笔会安尼做？因为伊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伊真捌上帝。伫大笔心内的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伊真清楚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伊绝对无掠有罪做无罪啦。而且对人会当隐瞒，可能人拢毋知影这个代志，但是对上帝无法度隐瞒，人无法度逃脱上帝的审判，人无法度逃脱上帝的掌握。所以这是大笔对上帝第一个认捌，伊是公义审判的上帝。伊若无要认罪，伊嘛无法度逃脱伊的罪啊。但是当时大笔也明白，上帝是一个慈爱赦免的上帝。大笔伊相信上帝是一个愿意赦免人的上帝。伊真清楚，如果伊若愿意认罪，上帝会赦免伊。咱看见着新约圣经嘛是安尼讲。如果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所以大笔因为这2个理由，伊对上帝认捌，所以选择认错，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有真侪人做毋到代志，也是讲咱生命中间经历一个跋倒，咱感觉真无民主。所以咱就离开上帝，毋敢靠近上帝，毋敢来教会，也是讲毋敢去甲基督徒交陪。为什么？伊可能伊对上帝认捌无清啦。伊若做讲，伊来到教会，上帝来处罚，来责备，也是讲伊会感觉真见笑，所以我就莫去面对。但是大笔无同款，伊知影上帝是伊唯一会当追求赦免的对象。所以，伊选择对上帝认罪，彻底面对家己的软弱甲败坏。所以，伊做一个真勇敢的选择。伊虽然得罪上帝，伊也是选择亲近上帝，将家己交伫上帝的手中。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咱真有可能会遭受到软弱、失败、跋倒。但是，咱来理解，失败本身毋是上界关键的。是咱面对失败的态度，这是上界关键。承认错误，咱看出家己需要负责的所在，承担咱家己的责任，而且接受上帝的赦免。因为只有
投身伫上帝稳定的怀抱中间，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透放，咱才会当得到福源的快乐。这是勇敢承认失败的第二步，咱来学习的，接受上帝的赦免。但是咱嘛理解，当咱接受赦免了，毋是代表讲安尼代志就夫妇的准无算，毋是讲结束，咱阁需要悔改。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拿单对大卫讲耶和华上帝会饶恕你，你无抵到死。但是因为你做这件代志藐视上帝，所以你的囝会死。咱接受咱看见着大卫开始进入一个后悔的中间伊期待讲即款的代志毋通发生啦，所以伊就禁食伊因为讲我透过禁食祈祷检查上帝怜悯我靠我对上帝哀求，可能上帝会赐了稳定互伊，无抵到互即个囡仔丧失性命。所以伫失去即个囡仔之前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大卫祈求上帝，互即个囡仔会当复原。伊禁食，每一工入去家己的房间，规暝拢倒伫涂骹。伊的即个边仔的萝卜要烤放伊起来，伊嘛毋肯，连一点仔饭嘛无要跟伊甲因做伙食。结果安怎？即个囡仔嘛是死。这时阵可能有人会认为讲，为什么大卫犯罪，却是即个囡仔咧受处罚？这牧师思考真久我确实无法度解释啦这是将来有一天我若去见上帝，我会问伊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卫犯罪这囡仔受苦但是我伫思考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想，我感觉这个时刻去处罚我做一个老爸，我真清楚，处罚囡仔比处罚老爸更较痛苦。这囡仔死了就去上帝遐嘛，但是这痛苦是留伫大卫的身上，而且咱看见着大卫的后半段的人生充满了真侪困苦，伊承担家己犯错所得到的责任但是咱看见着大卫，伊毋是永远留踮伫即个反悔中间咱看见着伊咱这圣经继续，咱继续来看当这囡仔死了伊边仔的大臣拢毋敢将这个消息来讲，因为心肝想讲这囡仔要活的时阵伊就安尼无食无困，一直咧祈祷安尼遐尼伤心。若万一互伊知影这囡仔死安尼伊可能会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但是大卫嘛毋是戆人，伊知影伊看伊要观察这个伊边仔大臣的面色嘛，伊也知影这情形伊知影讲这囡仔已经死所以当伊确定这囡仔死了咱发现讲伊无共款，伊对这涂骹起来，洗身躯、洗头、换衫，然后去上帝面前敬拜。然后伊回到皇宫的时阵，就吩咐因准备食物，伊就开始食物。咱看见着大卫头起，伊知影伊犯错了，陷入一种后悔中间。但是伊知影，如果若永远后悔，一点路用嘛无。所以伊恢复过去敬拜上帝的生活。有人犯了错误，结果一世人拢活踮伫后悔中间，或者忧伤去困扰伊的生命，无办法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这种后悔一点路用嘛无。咱讲悔改就是后悔了，你爱改变，爱后悔也爱愿意改变，毋通持续犯这款的错误。检测咱有时会软弱，会失败。但是咱如果若愿意调整，一直调整家己，一直调整家己，一直到咱得胜为止。所以后悔了，咱来改变。正如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真无彩，就是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犹大因为伊后悔缘故，伊就结束家己的性命。结果伊真做千古的罪人伊一点弥补的机会嘛无。但是咱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人叫做保罗。保罗嘛做过真可怕的代志，伊迫害上帝的教会，伊困逼耶稣基督的门徒，甚至害死真侪人，将人抓去监狱内底关，迫害上帝的教会。
伊公然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若讲吼，有一个人吼，伊要后悔吼，保罗是比咱更加需要后悔，更加需要担忧。但是后来上帝光照伊，伊知影伊家己做毋对，咱看见伊无对咱开始，伊无讲一世人拢忧闷啦，伊无停止一直后悔，一直后悔，伊无互忧伤持续攻击伊的性命，反倒当是悔改。积极做传福音的工作，互伊过去的错误会当得到弥补。伊无永远停留伫忧伤中间，来袂记即爱向前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勇敢承认家己做错了，后悔而且改变，这是第三步。最后，咱来明白，毋通因为一时的错误，袂记即上帝要赏赐互咱丰盛的生命。毋通互一时的错误、失败影响咱的一生。上帝无爱咱安尼，所以咱来开始学习安怎袂记即后壁面呢？勇敢向前行，来追求生命的异常甲上帝的心意。毋通互失败捆绑掉的。咱看见着大卫勇敢面对伊的生命的失败甲跋倒，伊承认家己的错误，伊向上帝认罪，然后伊后悔，伊改变。继续奔走伊的人生，完成上帝所交代伊的责任。所以，伊虽然伊晚年的生活遭受着真侪困难，但是伊一世人拢无过离开上帝。咱看见着，犯遮尔大的错误的大卫，圣经是安怎来论断伊的？咱看见着使徒13章，使徒行传13章22节讲。我找到亚西的囝大卫，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咱看见着，捌有经历过遮尔大失败的一个人，上帝讲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勇敢承认家己犯错，倒来上帝身边，用伊的人生的后半段。去负担伊错误的责任，然后伊承担起伊上帝交代伊的使命，互伊经历人生的过程中间，用伊的生命来荣耀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难免会拄着挫折、失败，问题是咱安怎去回应？失败未决定一切，但是面对失败的态度会决定你我的未来。大卫勇敢去面对伊的人生，我相信咱拢会使。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目睭开起来。咱今仔日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后，咱真清楚，伫咱人生的失败中间有主帮助咱，咱毋通搁伫后悔中间丧失家己生命的意志，反倒当咱来袂记即后壁面的勇敢向前来承担咱人生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勇敢的心，阮伫充满错误的人生中间，也会当掠掉主你所赏赐阮的稳定甲愿望。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主啊，阮等下要强守圣餐，甲你同坐道。我也透过这个圣餐，搁一遍要甲你结连。透过这个圣餐，搁一遍要透过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的功劳，洗清去阮的罪过。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交托予你，求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